nursing 一直喺澳洲都係緊缺嘅，但係大城市就冇咁缺，細城市就缺到爆炸。大家好，歡迎嚟到黃木移民律師事務所嘅 YouTube channel， 又係我移民律師 Johnny。今日想同大家具體講一講話，如果你想加快你個移民過程，Hong Kong Pathway 要等好耐啦，但係你想快啲再快啲嘅，有啲咩科你應該要讀呢？因為好多人要行讀書移民啦，咁但係又想快上加快，咁應該點做？即刻同你講清楚啦。咁其實有好多相關嘅 profession， 好多都移民得比較快，幼教、幼兒教育啦、護理、護士啦、nursing 啦，同埋第三社工 social worker。咁主要啲人講最多都係呢三隻，咁今期就同大家具體分析下呢三個職業邊個會令到你更加快啲，未來嘅走勢係點？如果你喺香港嘅，咁有冇啲乜嘢你可以做定先呢？即刻開始啦！對於幼兒教育嘅話，其實你喺海外你過嚟澳洲讀，其實就唔係咁 recommend 噶啦，因為澳洲而家本地嘅幼兒教育嘅 graduate 係極為之多，而家慢慢都反映到好多問題，就係揾工難，揾擔保更加難。咁但係按照我 Johnny 喺 onshore 做咗咁多年，然後最近呢3年呢，就非常之多讀幼教嘅 onshore 嘅其他國家嘅人咧，就同我嗌救命，就係話究竟點算？讀緊幼教應該要點樣先可以將自己嘅移民機會去提高得更加好，加得更加大？幼兒教育咧其實都係 OK 嘅，但係如果你喺香港已經做緊幼兒教育，例如做緊 childcare teacher 嘅，又有相關嘅工作經驗，又可能做到 skill assessment， 有個 bachelor， 咁講真，你 apply 個 skill assessment， 我哋呢邊幫你去做海外嘅就更加好啦，因為早一排都有香港人係攞到幼兒教育嘅190嘅 invitation， 然後喺海外喺香港直接拎到澳洲嘅永久居留簽證啦，咁呢個更加好咯。但係如果你過嚟讀書嘅幼兒教育，我一直都係麻麻地嘅，即係唔好諗住話呢個可以令到你更加快，有可能令到你更加頭痕，咁所以呢個一定要注意啦。另一個就係 nursing 護理，一直講得好多噶啦。nursing 一直喺澳洲都係緊缺嘅，但係大城市就冇咁缺，細城市就缺到爆炸。咁如果你喺澳洲做緊 nursing， 歡迎喺評論區同我哋講翻、分享翻你目前喺澳洲做嘢嘅經驗啦。但係喺澳洲讀 nursing 咧，的確有可能你攞 PR 嘅速度會更加快嘅。點解呢？因為佢個分都唔係好高嘅啫，75分咧就可以行到噶啦。如果係讀緊 DSE 咁上嚟澳洲讀書嘅，又諗住讀護理嘅，可能都未到25歲都已經永久居留咗，咁唔使話 Hong Kong Pathway 3年或4年啦，係咪？當然啦，你到嗰陣時如果政策允許嘅話，你有485，仲係有5年期嘅，咁都有一個 Hong Kong Pathway 作為政策保底，呢個都係 very good 嘅。仲有另一樣嘢就係個護理學咧係非常之好，就係佢本地嘅偏遠地區醫院或者 clinic 咧，到目前都係非常之願意去擔保海外嘅護士咧嚟澳洲執業嘅。咁呢樣嘢嘅話，你有澳洲嘅擔保簽證，如果你482啦，咁你直接你有 Hong Kong Pathway 482，即係如果你 under 45歲，亦都有澳洲本地嘅186簽證，俾你加快你個移民過程。如果你482轉186行本地嗰隻呢，你都係2年時間嘅啫。你個 sponsor 呢，亦都可以選擇去再擔保你，令到你攞到永久居留簽證嘅。所以護理到目前嚟講係 balance 得最好嘅一個職業，但係佢有一個問題就係你嚟澳洲讀護理嘅話呢，佢個位好有限，就唔似幼教啦。護理佢係有天生限制，佢係冇辦法收到咁多人嘅。佢最多就係睇翻你醫院有幾多個實習嘅位，然後去按照實習個位咧嚟開翻相應嘅學位嘅。咁所以佢個 supply 咧就一直嘅固定嘅啫，就唔會去到特別多，突然之間 over 咗嘅。咁然後偏遠地區咧就一直係難請護士噶啦。咁所以呢啲嘅話都可以請你咧去多留意翻嘅。仲有啦，第三個就係社工啦，社會工作者咧，佢亦都有個問題，就係你讀完咗之後咧，佢又有實習 component 啦。咁我聽好多朋友或者行業入邊都話啦，唔係去到咁容易揾啦呢樣嘢。然後你畢咗業之後，你揾工都好似唔係咁容易。但係嗱，我本人戴翻頭盔，唔係去到特別熟做社工，因為讀嘅人真係唔係去到好多，而佢個職業穩定性啊各方面都好似係冇護理咁好嘅。咁所以呢樣嘢嘅話，如果你係有需要嘅，咁建議你問翻相關嘅人士去睇翻啦。或者如果有朋友做緊社工嘅喺澳洲，咁建議問翻。For some reason 做咗咁耐呢，都好少見到有 social worker。仲有另一個職業呢，其實大家都比較多忽略嘅，就係中學教師。如果好想教書，咁其實行中學教
教師係非常之好嘅，因為中學教師佢本身咧都可以做到189、190、491啦，同埋一直都係短缺嘅。咁然後中學教師如果你係讀4年制嘅 Bachelor 咧，咁你就可以豁免埋考8877嘅呢個問題。但係如果你前面係有起碼幾年喺澳洲或者其他英文國家咧嘅讀書嘅課程，例如話你有其他嘅 Higher Education 係喺英文國家度讀咧，咁亦都有可能可以豁免到8877。咁但係具體咧要睇翻你個人情況啦。咁而8877係咩意思呢？即係你 IELTS 要考2個8、2個7，仲要一剔過到呢，你先至可以攞到佢嘅職業評估，然後加快你個移民過程。當然 again， 如果你係行 Hong Kong Pathway 呢，就冇呢個要求嘅。但係你想快啲嘅話呢，咁你就有可能係需要有職業評估嘅。咁建議你揾翻啱嘅移民律師啦，或者移民中介咧，去睇翻你呢個本人究竟點樣行先至係最好嘅，一定係要留意翻。而家係冇一個方法就係你讀咗某一個書，然後你一定攞到 PR 或者更加快。當然啦，除咗 Hong Kong Pathway 啦，但係成條片我哋講緊係 apart from Hong Kong Pathway。咁所以一定要留意翻就係你每一個移民政策佢都係有唔同變動嘅。咁 Hong Kong Pathway 穩陣啦，但係你 onshore 可以俾你更加快嘅189、190、491，甚至482、186呢啲僱主擔保簽證咧，佢都有唔同嘅政策波動性嘅。咁如果你係想加快或者想讀一啲你容易更加快攞到簽證嘅課程咧，咁一定 make sure 你揾翻啱嘅人去問啦。如果你想問我哋 very good， 呢度有 QR code 自己 scan 翻，同翻我哋同事傾翻。咁到時我哋具體幫你 assess 翻啦。本身我哋見到有好多 case 係哇，你3年前你攞到 PR， 點解你等到今日你都棘棘地？其實好多時呢啲問題主要就係喺你個 strategy 嗰度。同埋你個 migration advice 嗰度，你個 strategy 係好重要。究竟你個方向係點？係咪如果你讀書移民嘅，唔係為咗移民都唔會讀呢個書，咁你就認真揀啦，係咪？如果你要讀呢個書，你又想未來就業嘅，咁你個學校同埋你個城市就要揀啦。第三就係、是、如果年紀比較大啦，30幾歲、40歲啦嚇，咁去過嚟澳洲申請學校，咁你個學生簽證又要更加小心啦，因為內政部佢有可能又收緊咗，然後學生簽證唔係話淨係得香港啦，佢 overall 都緊咗嘅，所以呢啲嘅話更加需要專業人士去幫你睇翻，亦都冇人可以 guarantee 到你個學生簽證一定 grant， 但係要有個 plan B， 如果 grant 唔到咁點算？咁希望呢樣嘢可以幫到你啦。如果你喺度心大心細啊，或者小朋友諗住讀緊 DSE， 或者你係準備考緊 DSE 或者考緊 DSE 嘅朋友呢，亦都諗住嚟澳洲升學，而唔止升學仲想快少少攞埋個 PR 呢，咁記得撳翻 QR code 同我哋講翻啦。如果有問題 pop in the comment section， 如果仲未 subscribe like share 轉發俾你啲 friend， 希望幫到你。澳門移民專注澳洲，下期再講啦。